为了要让囡仔自细汉就欣赏艺术文化的意识，文化部推动经费补助，让艺文团体会当去申请入去学校内面推广。类别有包含着这表演艺术、工艺，也个文化资产等6大领域。有艺文团体就希望讲，这个补助唔通讲今年有，明年就无，就要延续落去，对艺术的推广和传承，才有固定的效果。 老师带学生家己动手了解传统的木工安怎做，这是台湾工艺美术学校和国中合作的工艺课。除了木工，嘛有金工、上菜等等的推广课。创办人表示，因推广台湾传统工艺已经20年，目前有5个学校参与文化部艺术入校的推广课程。用因家己的方法，家己用伊的手开始做一寡物件，这是咱即马伫迄教育内底上欠的部分啦，所以就是讲，安尼做真好，爱互学生为细汉就开始了解这工艺，伊后摆大汉了后，伊才知影讲哦，这工艺有偌水，会去用这工艺物件安尼，会晓欣赏。 比论台南嘉义结合东北家长，英国嘛有摕到文化部文化体验的帮助，伫咧侪学校开新种课程，希望讲互囡仔来认捌家长文化。因认为透过教育来减少家长对北家长的误解，这嘛是做社会沟通的观点。我没有想要让我的小朋友就是真正学会怎么跳八家将，其实是会有这样子的家长的。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学期也在想说，要不要把它变得有点像是选修。 比如说艺术选修课程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学校试试看，就是我们这礼拜有开画脸课，就会变得比较像是回归到体验的感觉，就是说我们这礼拜有画脸课，有兴趣的班级可以来参加。文化部这个补助计划受行到3月底为止，工艺美术学校和结合动表示，这款学校课程和单纯1、2点钟的推广活动真无同款，上无有1、2个月的时间，让学生有深刻的理解。伊嘛希望这个补助莫今年有，明年无。 就要延续落去，对艺术推广和传承较有长远的效果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游台北报道。